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行桥，所以这条这个给规划就互着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交通会当顺利安尼，无早起南区要上班，而且塞车塞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小轨哦，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确实，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我们安定，还有这个安南，还有善化的这一线，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国道8号，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中国所成立的棒球城市联赛将要开打，其中有一队上海兄弟，因为球队的 logo 甲咱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的 logo 真像，已经引起争议。包括陆委会主委嘛出面，认为是背后公司想要复制台湾的经验，诱走台湾的球员。地处议员李宗霖伫议会中之时就表示，这是对方的政治操作，嘛积极感受台南的球员参与，认为球团会当甲世界交杯，但是千万唔通互统战借着机会上垒。最近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引起热烈的讨论，不只是新的球队上海兄弟的队名 logo， 甲咱中华职棒的中信兄弟真像，也规定每一队需要纳入10名台湾甲香港、澳门的球员，经引发棒球统战的顾虑。对此，议员李宗霖伫中日时嘛引用陆委会主委的说明，认为是背后公司想要复制台湾经验，诱走台湾的球员，所以呼吁中央甲地方积极合作，防止中国以体育的名义吸收台湾棒球人才。看了别人，想想自己，我们台南有统一师啊，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这个事情。对商人来讲，他们在意的是市场机制，但是对国家来讲，我们更担心被别人拿去做政治操作。球团可以跟世界交配，但是咱袂当让统战趁机上垒。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不然像我们过去，我们有非常多的农产品啊、产业啊、传产啊，过去之后他们学习完之后，哇，变成是我们本地的产业死翘翘了。这20年来的教训，我想已经够了。另外，面对15万粒含有分普的技能劳力专台，嘛包括台南的卖场顶通路，议员李宗麟表示，伫中央紧急要求落价停卖以后，嘛进一步了解目前卫生局清载状况，民众如何体会。对此，卫生局长回应，第一时间就来将产品有风险落价。马东部启动大卖场的清查，防止有问题技能流入市面。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余祖清的总集选一开始就送新华镇的订花，予市长黄伟哲，希望市长加予新华整体建设加一寡关爱眼神。其中包括2处的公庭用地征收，已经超过32档。结果到今拢无开辟，认为新华嘛是寸土寸金，要求市长一定要尽速开发。谢谢市长，我只在乎你。议员余祖清伫总集选一开始就帮市长甲相关新华订花，搭配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的背景音乐，原来是希望市长关心新华整体都市计划，像丁安花同款再创热情甲坚强的生命力。议员进一步就是锁定征收已经超过32档的公庭6甲公庭3的用地，结果到今拢无开辟来为地方清明。公有地，敢会当安尼互围起来，根本交租金的。因为安尼北山呢，因为法律对于使用应该是有一个具体的那个广庭6现在的情形比较相对单纯一点，广庭3也不能说现在比较复杂就不动，但广庭6先动。因为新化缺停车场，而且广庭3、广庭6又是绿地又是广场，也可以当做停车来使用。那寸土寸金之下，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来做一个开发规划？那谢谢市长的那个同意了哈。宝贝，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在新化成立、创立、建造一个亲子悠悠馆。议员总集选当中不时会放送音乐，特别是每一段集选的主题进程，拢用歌曲来搭配地方建设的心声，包括用回乡的歌来争取公庭6的开发，用伊是我的宝贝，要求民政局在地重生，用宝贝对不起来争取新华亲子悠悠馆，嘛互严肃的集选过程加添一份轻松趣味。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2馆正式升格做国家美术馆以后，美术1馆的北地不足的问题应该安怎解决呢？议员沈振东的总集选就表示，不一定爱伫农田水利署厅舍顶市中心，亲像永康的炮校、再生便宜等方案，拢是好的选择。希望伫黄市长的任内会当规划完成。请接牌。明年1月1号，国家美术馆特别完成搬用，不过美术1馆的腹地扩大，甲农田水利署办公厅舍结合，却一直无进展。对此，议员沈振东伫总集选嘛烦恼，该建设时程遥遥无期，所以淡出无一定伫市中心用整个大台南都市美学的想法，提出包括永康炮校、再生便宜、原空灵大学等用地参考。希望伫黄市长任内规划完成。不管在计生医院或在这个炮校那边，其实都要跟时间赛跑。但是如果我们不那么在意说一定要在我们任内中间做了什么事情，而在历史上要留出什么样的那个之后，其实也还好，我们可以做先期的规划。但如果我们是前者的话，好，我们就要赶快来决定。但是这个决定
应该要跟市民对话。假设花这6年当中去把水利会不管是架构买下来之后，还要做调研，其实都是一笔经费。所以我们可以去比较说，到底谁孰优孰劣的一个状况 ，CP 值怎么去做考量？那甚至说，让我们的美术馆的同仁们有一个更安定，而且更为台南市的美术发展去做更多有心有力，而且是有踏实的感受的一个程度。我想是我们局长应该要来协助美术馆要做的事情。另外，面对西门路4段的路边专案，加岛外专用的电工程的50亭，丽林国小加县北国小的通学步道整修，以及顶美特色游戏场的进阶2.0的版本等大小建设，议员伫总咨询嘛一并提出检讨，希望尽速完成。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这个备战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立委林俊宪，8号选伫台南市人口数第2大安南区，正式成立选举后援会，现场超过5000位支持者相挺。林俊宪强调，未来将为让青年放心打拼，提升公共服务，推动交通大进步3大方向，全力带动安南区的发展。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林俊宪8日下晡伫安南区成立后援会，得到民进党籍蔡立青、无党籍黄丽昭、区兆胜等议员公开力挺，现场气氛热情团结，齐心支持林俊宪。让台南上好、上幸福的所在。除了在地议员力挺，3位党籍立委、台南市政府议长以及侪议员，全拢献声赞声，为支持林俊宪。一个这样温暖、这样为大家想的少年人，希望咱未来咱台南的幸福，咱来交予林俊宪，安尼好唔好？好。咱上届需要烦恼的是社会，是国民党大力介入这届民主进步党的市长的选举。我嘛要希望大家把手背好轻，伫台南市未来的市长选举内底。真真正正选落一个会晓做工课的人，未来对台南市有建设的人，林俊宪来做咱的市长，安尼好唔好？好。林俊宪自伊1998年当选议员，我甲伊做同事到即马，伊是一个做啥物成啥物，有信用、有理想，会当讲是为这个党点点付出一个好的政治工作者。无人会去问讲伊敢会插党参选，佮敢若问陈小姐讲：啊，你若初选无过，你会插党参选袂？你甲想啦，全台湾头甲全台湾尾，拢咧讨论这个问题啦。安尼表示，伊真正是诚信会受到人家的质疑啦。人口已经突破20万的安南区，敢若零到12岁人口就13万人。林俊宪强调，要让青年人会当放心打拼，首先就要先将长辈妇幼照顾好，包含老人健保由政府全面负担，免费接种批纸疫苗，老人福利全面提升等政见发表。林俊宪啊，做市长，咱台南市的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就拢唔免阁交健保费，安尼好唔好？安尼好唔好？第二，咱那个重阳礼金加一倍，1000变2000，安尼好唔好？好，安尼好唔好？咱重阳礼金呐，不但1000变2000啦，那90岁，咱就甲发1万，安尼好唔好？啊，那100岁吼，就保持防卫者甲发2万啦，大家有赞成啦吼。咱65岁以上的老人，咱爱甲伊补助交通费，所以咱的敬老卡每一个月、逐个月，我拢甲咱的长辈欠500块的客零车钱，安尼好唔好？安尼好唔好？这别岛拢有，敢若台南无，我甲补开。你若伫台南市替咱生囝，即马生育奖励金，俊宪主张爱加一倍，2万变4万。林俊宪安南区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来了超过5000名支持者，场面热烈，包含立委赖慧媛、郭国文、林怡景，以及台南市议长区里里、副议长林志典，还有议员王宣茂、沈家凤、陈秋红、余柱清、
蔡礼清、邱昭胜、黄立娇、朱正轩、黄兆辉、杨忠诚、周家伟、沈振东、李启维、林依婷、蔡小薇、李宗霖、桂凤仪、郑家兴、施于兴旺等这位议员拢到场徛台，展现历行团结气势，甲林俊熙基层实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中嘉宽频三冠龙上主称，鼓励高龄的长辈提升媒体素养。今年甲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培养长辈成为媒体素养、甲反诈骗的经济志工。同时举办一系列的课程，其中昆山科技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庄月峰，就来教导长辈认识食品广告是真是假，建立正确的判别能力。由昆山科技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公共关系甲广告系副教授庄月峰，本身嘛是该校国际学院的院长，日前透过中嘉宽频的邀请，教导长辈来认识媒体的事读。只是这个读语，曾教授改做毒品的毒。教授认为，真侪所谓的健康食品，长辈拢是对广告的消息来知影，因此如何判别真假就真重要。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所谓的媒体识读，那这个读呢是毒品的毒，那也特别就是要让长辈们他们知道说，我们每天呢在饮食方面或是所谓的食品、食物、药品，他们能够去从媒体的讯息里面去得知哪一个是正确的，是可以被食用的，而不是受到这些广告讯息的影响而这个乱吃药，或是乱吃一些所谓广告所这个夸大不实，或是有点隐瞒事实的一些食物。那这些都是从媒体里面去得知的讯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知道说哪一些讯息是可以去理解的，哪一些事实必须被判断，然后放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这个比这个所谓的诈欺骗钱还更严重，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会影响到你的性命。所以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呢，让长辈们更能够去做媒体识读这件事情。中嘉宽频三冠龙上主称，今年结合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举办一系列的媒体识读，甲伫防诈的课程，目的希望培养一支高龄的志工队，发挥长者在地经验，甲伫生活的智慧，希望会用个协助社区来提升媒体的素养，甲伫辨识真假消息的能力。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每一档办理将近1000场的亲子相关的活动，其中伫今年所推动的“互厝伟大、勇气大冒险”系列的活动，第一站就选定设来攀岩创新体验，除了互囡仔往目标勇敢挑战，嘛帮助亲子之间有亲密的互动，大家拢收获满满。攀岩互人第一印象是极限运动有高度风险，不过其实伫专家的指导，攀岩是一项非常安全嘛充满趣味甲挑战的运动，而且不止锻炼身体，对青少年疏解压力、提升亲子关系更是相当推荐。所以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今年所推动让家伟大系列活动，第一站就选定亲子攀岩的创新体验，虽然报名的亲子绝多数拢是头一摆，不过对一开始小心惊惊，到愿意勇敢的挑战，甚至欢喜享受，拢互人印象深刻。我勇敢的第一次去挑战这种活动，觉得蛮开心。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办在一起的，就是感情会比较接近。希望下次可以再办更多。这个攀岩的活动啊，就是可以让小朋友挑战自己，也是可以看到他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一些反应这样子啊，就可以让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可以让我跟小朋友的亲密度会比较好。虽然父母无落场，不过伫一边的支持、了解囡仔优势，彼此伫共同行动当中建立亲子的信任感，甲面对情绪的挑战，都有真大的帮助。心理韧性的这部分，我觉得是在攀岩活动里面会比较好去培养的。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怎么可以去增加自己的情绪忍受度，并且去觉察，然后推动自己去尝试看看。然后父母在攀岩活动的时候是怎么去看见孩子的努力，并且作为支持者而不是指导者。在攀爬的过程之中，看到父母亲的担心担忧，但是也期待父母亲去行施，每孩子踏出勇敢的第一步的时候，父母亲可以用更多的鼓励、赞美跟支持，去接纳他们，可以让家庭关系更精进。根据了解，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每一堂办理将近1000场亲子相关活动，这回嘛特别聘请心理师带领家长甲囡仔，还是如何合作面对冲突、勇敢的挑战，让互大家收获满满。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回答执行长黄仁勋7号回来故乡台南。市长黄伟哲虽然无安排见面，但是准备了25种在地特色好礼，人无够礼够，希望黄仁勋介意。黑色电白、白色长裤，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坐私人飞机来到台南，侪民众早来到机场，要跟黄仁勋翕相签名。伊本人嘛相当亲民，互问到敢会去踅台南的夜市啊，伊是安尼讲。可能没有时间啊，很希望去。Are you excited to go night market? I'm very excited to go night market, but this time I don't have time. Yeah, because I've been traveling for 3 weeks now. And I have to go home. I miss my puppies. 黄仁勋真久无回去厝，台南嘛是伊的故乡。市长黄伟哲本人虽然无到机场，也毋过伫咧议会总咨询的时阵，接到消息，特别准备了25项伴手礼，包括着世界冠军的果酱、台南好米、咸水意面、东山咖啡等在地特产，人无够，礼爱送到位。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么好的台南好物，他欢迎可以，因为他坐私人飞机嘛，所以这个可以带上飞机，好，那也可以好好享用。这个满意的话，可以再多买一点，好，那欢迎来台南，台南是一个好地方。这回黄仁勋伫咧台湾只有1天半的时间，当中参访台积电伫咧台南南科的3奈米厂，随后着往北新竹参加台积电运动会。台南新闻出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东滨爱心会长期投入社会公益，今年结合社会局、甲区公所、民意代表等等，将伫个11月15日，伫个市府福利大楼的头前举办大型爱心园游会。活动将关整南区、安平区、中西区、北区甲安南区5个行政区40间国小，总计收入好学童，每人500块的园游券。大约有1600位的绿色学童受惠。由台南市东滨爱心会发起，结合社会局、区公所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赞助单位，共同举办的“让爱无限，与你同在”爱心园游会，将要伫个11月15日，伫市府福利大楼头前的广场来举办。日前透过活动宣传的记者会，包括社会局长郭乃文。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伫受证学校的校长代表拢到场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阮针对的就是南区、安平区，啊个中西区、北区、安南区，这5个行政区啦吼，啊40间学校，啊有差1600个囡仔，拢总计收1户啦。啊，阮爱心会有一个500块互因啦。哦，啊，遮诶原油券，阮会爱发到80万，啊，等下较拜托遮校长先进吼，恁较劳烦一下，恁较甲领转去吼，啊，发落遐囡仔，啊，除了要拜托遮校长，就是讲转去甲老师交代一下，紧一下，甲协助一下，做一个功德。
拄啊迄天会当因会当顺顺遂遂，拢迄天会当来迄个参加迄个研讨会。五拍谱要叫伊学啥物叫做社会的温暖，即项代志足歹学的，所以这嘛是拢一定要回去好好了，才会当老师不会在后面放弃了这一次的机会，能够让孩子们知道，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人跟人之间能够有相互这样子的力道，让他们对社会有信心。我觉得孩子们对社会有信心，他永远就有机会；孩子们对社会没有信心，他永远就没有机会。弱势有时候一代过一代的团，是因为伊的态度，因为伊的方式。所以教育在这个部分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届东滨爱心会办的是第2摆，一个社团会当一个活动开100几万我看足少，台南市足少。办一个公益的活动开100几万，我相信在台南市目前是很少的一个的社团，而且这个跟教育又有一点关系啊。头先咱局长有讲啊，500块对一个囡仔其实不是说很重要，可是伊去消费了，伊个当能离几趴、10%、20%20%个回馈回来了，弱势团体，各位当够弱势团体，这种教育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深刻、深远的。这届人爱无限与你同在的公益园游会，将关境南区、安平区、中西区、北区、甲安南区5个行政区域，40间国小的低收、中低收入户、甲边缘户，总共大约有1600名的学童。每人500块的园游券来提供消费。主办单位希望借此会用来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来响应。而全部的所得嘛将提供20%回馈给弱势团体，欢迎民众做回来消费做公益。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